天真侪人互日头晒甲乌暗面，规身躯拢晒甲乌噜噜，一寡人就会甲规身躯包甲目睭睭，或者是抹防日头晒的药膏。真侪人唔知讲加食抗氧化剂物件，共款嘛是有效果。营养师就讲到食抗氧化剂物件，会当帮助清除咱体内自由基，像咱看到柑仔蜜、塔马豆，还有深色的菜色，或者是柑仔类的果子。另外，还有果仁、较深海的鱼仔，拢会当有较悬的抗氧化剂，嘛会当降低紫外线的伤害，安尼就会当保护咱皮肤的细胞。热天出门上惊的拍甲受伤，也是拍乌。头一件代志就是我会当冻日头的药膏，其实唔若抹药膏，嘛会当加食一寡食物，为体内达到冻日头的效果。像比如说天然的蔬果，因为蔬果它里面有丰富的一些植化素，像我们常听到什么有茄红素啦、花青素啦、什么叶绿素等等很多。想要利用这些来减轻日头对皮肤的伤害，营养师讲上好加补充有抗氧化剂的食物，因为和紫外线照到，咱人会产生会影响健康的自由基。这个时阵抗氧化剂就会当帮助体内甲这个自由基消灭，像讲卡马豆、食较深的菜色，也是柑仔类的果子，拢有真侪抗氧化剂。啊，果仁有深海鱼仔，嘛有欧米伽3甲维生素，那会当减轻紫外线对咱的伤害。另外，嘛会当修复皮肤细胞。营养师佫讲，那加食菜色果子甲果仁，啉茶也是咖啡嘛，会当冻日头的效果。咖啡。或者是说像绿茶这些里面有咖啡多酚，或者一些什么绿茶素里面的一些儿茶素，这些也都是很好的抗氧化物。会当冻日头的食物，当然嘛会互人变黑的食物。譬如说，可能吃了一些什么芹菜啦、香菜啊、九层塔这一些食材的话，是不是吃完之后我们去照太阳，它容易会产生更容易发黑的一个状况？其实是有此一说，但是当然，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恐慌。其实是少量的使用，其实是不至于。热天想要让皮肤白泡泡、幼绵绵，唔那卖直接去互日头晒到，食物件嘛加较注意咧，就会当体内体外拢顾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